喺冷戰時期嘅70年代，全世界擁有最多船隻嘅唔係美國海軍，亦都唔係蘇聯艦隊，而係一個嚟自寧波喺香港白手興家嘅普通市民。外界尊稱佢為世界船王包玉剛，但令人跌破眼鏡嘅係呢位稱霸四大洋嘅海龍王，本身竟然會暈船浪，亦都從來未做過行船。佢前半生只係一個揸住計數機打住算盤嘅銀行小職員，由一個唔識航運嘅外行人膽粗粗買入一架差啲要劏嘅二手爛船起家，到用銀行家思維顛覆全球航運規則，再到70年代末佢敏銳咁聞到味，知道航運業就快出事，果斷上演一場震驚國際嘅氣洲登陸戰，用極度破釜沉舟嘅資本戰略，喺一個週末之內籌集20億現金，成功從百年英資巨頭怡和手上贏得九龍倉嘅控制權。今日 D4 Culture 翻開呢份充滿海水味同火藥味嘅檔案，帶你探討包玉剛點樣用極致嘅冷靜同計算，贏盡海陸兩棲嘅千億百元。第一章：銀行小職員的海上兒女。1949年，包玉剛帶住一家大細由上海走難嚟香港。當時佢老豆想佢做穩陣嘅買賣生意，但37歲嘅包玉剛偏偏睇中咗門檻極高、風險極大嘅航運業。1955年，佢周圍撲水，買咗架已經28年船，燒煤炭嘅救火船，改名叫做金安號。當時香港嘅船家個個都中意做短租，因為撞正打仗或者物資短缺，運費可以炒高幾倍，一夜暴富。但包玉剛偏偏做異類，佢將啲船全部以極低嘅價錢長租俾日本啲大財團，一租就幾年，利潤得嗰幾滴，同行都笑佢係傻仔，有錢唔識賺。但其實呢個先係包玉剛最恐怖嘅銀行家財技，佢寧願賺少啲，但求收入穩定。佢揸住呢啲日本大財團嘅長租合約去匯豐銀行做抵押，銀行見佢收入有保證，於是無限量借錢俾佢買新船，就係靠呢條租約換貸款、貸款買新船嘅永動機方程式。包玉剛嘅環球航運喺短短20年間瘋狂擴張，正式加冕為世界船王喎。第二章：氣洲登陸，首富嘅生死嗅覺。去到70年代末，包玉剛嘅船隊已經擁有超過200艘巨輪，噸位世界第一，每日都有如雪花般嘅銀紙湧入佢個袋。但喺最風光嘅時候，包玉剛竟然做咗一個令全世界震驚嘅決定，佢宣布要賣船。原來佢敏銳咁察覺到全球爆發石油危機，加上造船業產能過剩，航運業嘅寒冬即將殺到，佢決定棄舟登陸，將海上嘅資產套現，轉移去香港最值錢嘅陸地地產。而佢首要嘅獵物就係位處尖沙咀黃金地段，由百年英資巨頭怡和洋行控制嘅核心資產九龍倉。第三章：水淹九龍倉的週末決戰。要喺當時財雄勢大嘅英資手上搶肉食，簡直係於虎謀皮。1978年，李嘉誠原本已經暗中吸納緊九龍倉嘅股份，但發覺自己實力未夠硬撼怡和，於是將手上嘅股份轉讓俾包玉剛，華資兩大巨頭正式聯手。去到1980年6月，決戰爆發，怡和洋行趁包玉剛飛咗去歐洲開會，突然發動突襲，宣布高價增購九龍倉股份，企圖奪回控制權。以為包玉剛山高皇帝遠，實冇得反擊啦。錯，包玉剛即刻取消所有行程，漏夜坐飛機撲返香港。星期5晚，佢連氣都唔唞，直接去揾匯豐大班審秘。憑住幾十年累積落嚟嘅極高信用，包玉剛喺短短一個週末，銀行冇開門嘅情況下，奇蹟地籌集到20億港紙現金。星期一朝早，股市一開波，包玉剛直接宣布以每股105蚊嘅天價全面收購九龍倉股份，20億現金排山倒海咁砸落個市道，全香港嘅散戶為之瘋狂。短短2個鐘頭內，包玉剛就掃夠股份，為呢場世紀收購戰一錘定音。呢場驚天大戰成為咗香港商界歷史上最經典、最霸氣嘅一場資本收購戰。包玉剛爵士喺1991年與世長辭，但佢打低英資搶返嚟嘅九龍倉，即係今日嘅海港城時代廣場，至今依然係香港最核心嘅經濟動脈。佢一生人極度有錢，但極度慳家，唔戴名錶，平時着普通西裝，每日堅持跳繩鍛鍊意志。佢話俾世人知，真正嘅無敵唔係靠運氣去賭，而係靠精準嘅計算，同埋喺危機爆發前急流勇退嘅大智慧。睇完世界船王嘅檔案，你覺得佢最勁嘅係佢長租換貸款嘅銀行家思維，定係48小時內籌20億硬含英資嘅霸氣？留言話俾我哋聽啦！下一集富豪檔案，我哋會探討另一位稱霸香港嘅地產大亨。佢為人低調，但身家曾經超越李嘉誠，成為亞洲首富，人稱四叔嘅李兆基。究竟點樣靠寸土必爭嘅並流策略，建立起佢嘅
恒基兆業千億帝國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 D4 Culture，撳埋個鐘仔，我哋下集見。